姐，哪来？有人想了你的灯了。想了我啥灯啊？他非得做，给的价格可高。我啥灯叫他做哎，还给他给的价格高？那个灯给的这个价格，你这辈子都没有看见过的那价格。啥灯哎？我有啥灯叫他做哎？给他的哦。都前面那俩灯。这还管租房子？这咋租来着？他问他相中了，他想租出高价，租了他玩2天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管租房子啊？他管他租了他玩2天，这不对吗？对吗？我都能谢你。不是亲掉了，给他玩2天。相信呐。啊，这他弄着了，我哪能爱我啊？你找不上去了咋弄啊？那他给的价格高。他给的价格再高还不中啊？我给了他玩，我玩了吗？我这2天又不烧点啥的。我打死你！我打